前面係車嘅入口，車就頂喺路邊度。事隔半年又話你返熟悉嘅地方，順住條樓梯行住上去嘅時候，靠住你嘅左手邊會經過個立篤宮。如果有拜神嘅你可以喺度拜一拜，如果冇拜神嘅你可以唔使理佢。過咗個立篤宮前面有條分岔路，今次我哋去元寶路嘅方向，所以靠住右手邊行就啱噶啦。行咗大概200個米都5分鐘左右，喺你嘅左手邊有條路可以行上去，行上去呢條路線就係叫做九路啦。千祈唔好問我點解叫九路，我自己都唔知道點解。不過如果下次有機會嘅話，我就影呢條路線俾大家睇下啦。再行前啲就要落一段樓梯路，過晒呢段樓梯路就會經過條小溪，過咗條小溪行前啲冇幾遠就要準備谷住上噶啦喎。呢度有條分岔路，記得又係要靠住你嘅右手邊啊。西山就係咁樣噶啦，嗰啲分岔路啊多到險咁，如果唔識路嘅話真係會蕩失路噶。尤其是係第一次過嚟嘅人，如果冇朋友帶就冇相干嘅，咁你就用 GPS 計劃好路線先咯。行咗1.3個公里30分鐘左右，就已經好接近元寶路嘅元寶。大家知唔知點解叫做元寶路啊？係因為嗰度有粒大石頭，有個角島，你影嘅時候佢就好似一粒元寶咁。所以你知道而家啲山友嗰啲想象力係有幾撚豐富先得噶。所以呢粒元寶石要過嚟打卡嘅話，隨時歡迎大家啊！嗱，佢哋就直行先，我就靠住左手邊度行上去，睇一睇咩情況。有陣時有啲嘢就係唔打唔撞，無端端又俾你發覺到一條新嘅路線啦。呢度應該係比較少人上，我上到嚟發覺嗰啲草有啲密，而且仲有好多蜘蛛網添。好撚彩條路都仲行得到，如果唔係我又要中翻落去啦。嗱，啲草密係密啲嘅，不過你跟住條路行就啱噶啦。大家見唔見到嗰粒元寶啊？至於似唔似就你哋自己睇下啦。元寶嘅位置呢度都幾大一下噶喎，如果太陽唔曬嘅話，喺呢度沖翻杯咖啡玩下煮飯仔都幾爽一下噶。喺呢度逗留咗10幾分鐘，我哋就閃去下一站度睇風景。哇！你睇下我啲隊友有路唔行，原來係中意挑戰高難度噶喎。再行多800個米都20分鐘左右，我哋就會到觀景台嘅位置啦。呢段路程大部分都係上斜坡，對於小白嚟講就比較辛苦啲，但係呢段辛苦嘅路程係值得噶喎，因為陣間嘅風景都幾靚一下噶。話冇咁快，我哋又話到咗觀景台啦，俾你哋睇下呢度嘅風景先。喺呢度逗留咗一個5分鐘左右，我哋就閃去呢座山最經典嘅位置，由風景台去到 peak 嘅位置，都係1個公里入邊就可以完成啦。過埋最尾呢一段斜坡路，咁你就好撚舒服噶啦，因為係平路啊嘛。趁住呢段平路，你就要好好咁恢復翻自己嘅體力。不過有啲人係賤格嘅，明知道趁住平路有得休息，佢都中意跑住去噶。所以爬山呢樣嘢，有啲人中意快，有啲人中意慢，你就跟翻你自己嘅 pace， 千祈唔好跟住人家嘅腳步。如果唔係，好容易拉爆自己副肌噶。peak 嘅位置空地就比較大啲，亦都係馬騮仔最多嘅地方。所以如果你有帶啲咩食物，自己要小心啲，因為馬騮仔會啄住你。喺個頂度有好多運動設施，不過我哋喺呢度逗留咗一下，我哋就話閃水噶咯。視頻睇到呢度都已經接近視頻嘅尾聲啦，又係時候要諗下帶大家去邊度搵靚嘢食噶咯。咁落山嘅過程我就唔影俾大家睇啦，直頭帶你哋去搵靚嘢食啦。今次嚟到太子園嘅記得嚟麵檔，聽講呢度嘅豬肉粉好掂噶。由於豬肉粉要等成個小時，咁我就唔打唔撞嗌碗魚滑魚肉米嚟食下啦。魚滑魚肉米齊佢齊佢，等我試下去啖湯水先。哇，真係正喎！我自己個人口味10分係俾9分，係我自己個人口味啊。親冰唔錯，可以飲。正話講到豬肉粉要等成個小時，值唔值得就要睇下你想唔想試下啦。呢碗係普通豬肉粉，呢一碗就係加多豬腰嘅。